来看中华溪湖的果菜市场，有菜仔甲人偷摕2箱的苦瓜哦，就随伫现场咧卖。这个犯仔嘛去报案，警方嘛抓到以现行犯甲这个菜仔抓起来咯。涂骹2箱토마토甲1箱苦瓜，准备要卖，想袂到这2箱竟然是贼仔货。中华溪湖果菜市场这个月17有菜贩仔着贼偷。伫现场的民众表示，这位贼仔物件偷摕了，搁伫市场内要卖，因为是青混面，市场内的菜贩仔嘛随报警处理。来这港就那个手推车，去偷东西。 偷东西了，搁去了还卖。摊主哦，早就看到讲，这人都唔捌看。无落雨也是拢40、45。系啊，即嘛。即嘛，阮哋拢人若较早来，若新头啊，超70。哦，上贵的时阵啊。60多70。菜贩仔表示，因为前一阵仔落雨，目前苦瓜挂价上好价有到70块，互人偷摕1箱苦瓜加2箱토마토市价大约2000块。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，经过菜贩仔指认，确认嫌犯身份，依照现行犯逮捕。窃嫌坦承，他窃取番茄2箱、苦瓜1箱啊。他经代反所侦讯后啊，全案依窃盗罪嫌啊，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。 警方表示，这位姓吴的嫌犯过去有窃盗侵占的前科，嫌犯这边偷摕物件，讲成为要将伊要毁。警方经过侦讯，专案依照窃盗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。记者尤素静中华报道。